雲南自駕遊4瀘沽湖與玉龍雪山。旅程嘅第9日下午，我哋到達麗江古城附近嘅全季酒店。我哋先訂咗1晚，嚟到酒店睇見酒店嘅環境設施、房間狀況都滿意，再加訂4晚。加訂嘅房價係大約平咗1成左右，總嘅嚟講，平均每晚係414蚊。我哋知道麗江嘅海拔係2400米，當然算係高原啦。去玩嘅景點海拔會更高，例如瀘沽湖係2700米，南越谷2800米，香格里拉3300米。因為唔確定自己會唔會有高原反應，我哋決定就唔開車，轉為參加當地旅行社嘅旅遊團。我哋參加瀘沽湖1日遊，每人230蚊；玉龍雪山1日遊，包含坐中索道嘅，每人260蚊。以上都係以門票正價計算。我哋兩夫婦應該有長者優惠，到時司機係會將優惠嘅價錢退翻俾我哋嘅。我哋要喺前1晚等司機嘅電話，安排第2日上車嘅時間同地點。第2日去瀘沽湖，我哋接到司機嘅電話啦。明日喺酒店門口等，時間係6點25分。真係有啲早喎。瀘沽湖，今朝6點15分，我哋去到酒店嘅前台，領取2份打包早餐。所謂早餐，其實只係2塊餅同埋1包酸奶。我哋就去到酒店門口等上車。車準時6點25分嚟到。本團有一共13個人，都係住喺麗江古城附近，所以好快就接晒所有嘅人，正式出發啦。從麗江古城去瀘沽湖都有相當嘅距離。我哋嘅師傅已經選咗走最短嘅路線，麗寧公路同寧盧公路，路程有180公里，要行3個多小時。開車半小時之後，就駛上著名嘅麗寧18灣。師傅喺18灣觀景台停車，等我哋睇下18灣嘅雄偉。話說山路盤旋18個彎上山，我哋喺觀景台所見，可能係天未光，光線不足同埋角度唔係幾好，我感受唔到景色嘅壯闊嘅。之後我哋繼續前進，行過曲折嘅山上公路，9點40分到達瀘沽湖景區嘅入口。師傅幫團友買門票，跟住我哋就可以用自己嘅證件入閘啦。我哋先喺呢度嘅觀景台居高臨下俯瞰瀘沽湖，睇嚟瀘沽湖唔算非常大，洱海應該比佢大幾倍。呢度有一檔咖啡店，我哋買咗一杯25蚊，提一提神，亦都補充一下我哋嗰個貧乏嘅早餐。不過咖啡比較淡而無味，好彩因為要趕上車，店主係逐杯做嘅，來不及我哋去買到第2杯。師傅好有效率，我哋飲完咖啡已經將我哋2個人嘅長者優惠一共70蚊退翻俾我老婆嘅微信賬戶啦。要開車啦，車要環湖順時針方向走1圈。我哋嚟到大樂水村，呢度係瀘沽湖最早開發嘅旅遊區。跟住我哋坐車幾分鐘嚟到情人灘。我同情人當然要打卡留念啦。水上有好多鴨仔，其中有好多係成雙成對嘅。10分鐘之後，我哋到達里格村，登上里格村嘅觀景台，欣賞里格半島嘅獨特地貌。呢個小島深入湖面，僅僅以一條2-3米闊長條形嘅陸地同湖邊相連。據說半島上面有摩梭族人開設嘅民宿同埋食店，可以喺呢度住1晚，感受下摩梭族嘅風情。不過我呢種走馬看花嘅遊法，今次就冇呢個機會啦。摩梭族人係崇拜格姆女神，而里格村背後就係呢一座格姆女神山。呢個上午不經不覺已經遊覽咗瀘沽湖觀景台、大樂水村、情人灘、里格半島，係時候食午餐啦。我哋喺格姆女神山下呢一家女神山石鍋魚柴火雞享用我哋嘅午餐。當然團餐只係普通菜式，但係都唔算難吃。食完飯我哋坐車10分鐘嚟到小樂水村，我哋嚟坐遊船。着好救生衣，我哋就上船啦。開船啦！
遊船係用人力爬嘅，按我目測估計，爬咗大約400米，去到另一個沙灘停靠。部分團友上到沙灘嗰度休息同埋拍照。休息10分鐘之後，我哋就回程啦。今次遊船緊貼瀘沽湖水面，我哋享受清風，細聽浪聲，十分之舒服。旅行社安排今次嘅遊船體驗好好。瀘沽湖位於雲南省同四川省交界，大約一半係屬於雲南，一半屬於四川。我哋繼續前進，就進入四川省啦。我哋嚟到四川情人灘，而今日上午到嗰個情人灘，其實係雲南情人灘。呢度有個梅花鹿園，我都有去參觀。之後我哋離開四川情人灘，繼續前進。嚟到草海，沿住岸邊行，眼見水面上面全部鋪滿草，真係蔚為奇觀。草海係我哋今日環繞瀘沽湖嘅最後一站，之後我哋就坐車返麗江啦。我哋係2點鐘離開草海，車程好長，2個半鐘頭之後，我哋到達呢一個金沙江岩頭服務區休息。我哋亦都有啲時間去欣賞下呢條藍色嘅金沙江。休息過後，我哋繼續車程，經過咗1個多小時之後，接近6點，我哋返到麗江古城，完成今日瀘沽湖嘅旅遊。影片稍停數秒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玉龍雪山，今朝嘅上車時間係5點半。我太太攞住2袋酒店嘅打包早餐，準時上車。今次呢一團一行15人，開車嘅師傅先車我哋去一家氧氣服務站，聽有關氧氣使用方法嘅講解。事實上，我哋嘅團費係包含每人有1瓶氧氣嘅。如果你出現的只是輕微的頭痛、惡心、耳鳴、嘔吐、拉肚子、腹脹、流鼻血這些輕微症狀，使用裝備慢慢調整，症狀緩解了，你可以繼續在山上遊玩。但如果你出現了嚴重高反情況，大腦劇烈刺痛、眼睛紅腫、出血、嚴重呼吸困難症狀、嘴唇、指甲發青、發紫、全身浮腫這些嚴重症狀的話呢，不管在哪個位置，第一時間趕緊往下測，邊往下測邊吸氧，這時候的氧氣它能夠將你的高反暫時維持在現狀上。今天你們有沒有高反？身體情況好不好呢？看這幾支口服液決定。白色現在喝，藍色上景區大巴之前喝，這2支口服液預防今天的一個前高反。黑色上纜車之前15分鐘喝，它最主要的作用預防今天晚上的後高反情況。講解完一輪嘴，講咗10分鐘之後，向我哋推銷氧氣瓶同埋口服液。佢見我哋唔係上大索度，只係上中索度，就推介每人1套2支氧氣同埋幾支口服液，一套嘅價錢係250蚊。我老婆立即就拉我走，因為價錢太誇張，幾乎就等於我哋嘅團費。況且我哋呢幾日一直都有食防高反藥，應該就冇大礙嘅。不過就我所見，亦都有1-2個團友係買咗呢啲產品。離開氧氣服務站，我哋繼續前進，目的地係玉龍雪山觀景台。路上嘅車唔少，應該都係去相同嘅地方。7點左右，我哋到達4號停車場，天開始光，從停車場就可以見到玉龍雪山，不過係銀色，唔係傳說中嘅日照金山。一落車，師傅先派發每人1件防凍嘅大褸。師傅話7點20分日出，叫我哋步行過去。我哋行咗3-4分鐘就嚟到湖邊，原來已經有好多人。我哋睇見玉龍雪山同埋佢嘅美麗純淨嘅倒影。幾分鐘之後，
玉龍雪山金色初現，金色越嚟越明顯啦。日照金山原來係真嘅，十分壯觀，非常美麗。日照金山嘅光景唔夠半小時，之後又回復白色。我哋去到遊客中心坐觀光車去南月谷，係另一個睇玉龍雪山嘅地點。20分鐘之後，我哋到達南月谷。師傅只係陪我哋嚟到呢度，我哋要自己坐纜車上去雲杉坪。而我哋15個人編配坐纜車嘅時間各有不同。而家係8點半，有團友坐9點，而我同老婆就坐10點。總之，師傅會翻落山下面嗰個4號停車場等候我哋。我哋15個人會喺度分散，各玩各嘅。其實呢個景點玩起嚟有啲複雜，我都搞咗好耐先至明白。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方便大家嚟南月谷玩。索道嘅下方係南月谷，索道嘅上端係雲杉坪。喺雲杉坪可以步行，亦都可以坐電瓶車。而電瓶車 A 程係去，B 程係返回，每搭一程係20蚊。山下嘅南月谷同樣，如果唔步行可以坐電瓶車，有 C 程、D 程、E 程，每程都係20蚊。不過如果一次過買晒 A、B、C、D、E 程呢，就只係60蚊。我同老婆都想慳翻啲腳骨力，就買電瓶車嘅全程票。仲未夠鐘坐纜車，我哋就喺呢家南月谷龍悅餐廳食早餐。10點我哋坐纜車上雲杉坪。我老婆喺度吸氧氣，佢唔係覺得有高反，而係上到雲杉坪係今日最高點，仲唔用啲氧氣，啲氧氣就冇用噶啦。坐完纜車就去坐電瓶車，周圍有好多杉樹，到咗一個大草坪。我哋比較近嘅去睇玉龍雪山，之後我哋坐電瓶車，然後坐纜車翻落去南月谷。我哋喺起點站坐電瓶車去遊覽南月谷嘅幾個湖。首先係嚟到白水台。有好多遊客喺度擺 pose 拍照。我哋繼續坐車去睇其他湖。我哋完成遊覽啦！我哋登上大巴，坐車落山，翻去4號停車場。中午比較暖和，我哋就覺得大褸十分之笨重，趕快還翻俾師傅。呢個團係提供午餐嘅，師傅叫我哋去某個地點攞飯盒，我哋覺得呢個安排真係唔好啦。我哋就自行去呢間雪山飯堂，自己付費食午餐。由於團友完成遊覽嘅時間各有不同，我哋兩夫婦係比較早嘅，師傅就安排我哋坐另一台車返麗江。下晝3點，我哋就返到酒店休息啦。小結，回顧呢2日嘅遊覽，我係需要一啲力氣去適應嘅。我自駕遊嘅方式係比較舒適嘅，早上係瞓到自然醒，通常大約8點起身，
喺酒店餐廳食個早餐，食1個鐘頭左右，再返房去梳洗，上洗手間，等身體係一個最佳狀態先至出動去遊覽。呢2日參加本地團，天未光就要起身，摸黑上車。雖然旅遊效率高，1日就環繞瀘沽湖遊完啦，但係欠缺深度，其實並唔享受。而家發現喺呢種海拔高度，我其實係冇高反嘅。如果重新安排，我會選擇自己開車遊覽瀘沽湖，喺湖邊嘅酒店、里格半島嘅民宿住上2-3晚，慢慢享受湖上日與夜嘅風光。